田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我这次来，是因为在最终确定的培训名单里面没有看到你的名字。我错过了这次培训。能问下，是公司的原因，还是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吗？是个误会。我知道，你很重视这次的培训。作为特邀讲师，我可以带一名助教前去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随我前行。谢谢学长。但如果我以助教的方式去参加，是不是就要放弃现在的工作了？一份工作而已，学妹，你如果想做潮玩，我工作室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谢你，学长。你一直这么关照我，我却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。你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，因为你不用急于拒绝我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考虑。毕竟心动只是一时的，而两个人长远走下去，需要两个人的默契。我下周5的航班，是去是留，我等你消息。我会回去想清楚，然后给你答复。阿田，你答复他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会竭尽所能弥补你。如果你想去参加培训，我会为你再添加一个名额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学妹似乎不想被你打扰。这是我和阿田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干涉。还有你，又来找阿田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你让他实现的愿望，我会帮他实现。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别跑太快，对膝盖不好。多喝点水，及时补充水分。我怎么满脑子都是他呀？亲子，你不在我身边，会浑身不自在。不在身边，就浑身不自在。好像每次我开心或是不开心，在我身边的总是他。我谈一场千万级的生意，易如反掌；让一个破产公司起死回生，轻而易举。怎么就在感情这方面溃不成军呢？现在这种局面呀，送你2个字：活该。你还是我兄弟吗？你不仅不安慰我，你还说风凉话。当初你要装病，我就告诉你不妥不妥，你听吗？你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报应来了。我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他现在完全不理我。
唐特助，刘总，公司1年1度的团建开始了，您参加吗？团建，你们去吧，不要烦我。公司团建，设计部不参加？各部门会分批进行。怎么了？这种非正式场合，大家心情放松，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难道你不应该抓住机会找田小姐道个歉，请求个原谅，然后重归于好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李怀，的确是 ，Help me。刘总，你看看这套方案，吃饭、K 歌、打麻将，一条龙服务，非常的接地气。俗。那您看这个，真人 CS 剧本杀、密室逃脱，紧张刺激有活力。幼稚。你看看第3套方案，海边度假村，阳光、沙滩、满天的星星，有情调。就它了。啊。海边度假风，休闲且浪漫。刘总，您关于这次的团建人员和流程安排有什么指示？各部门分批进行。为了奖励设计部为萌宠系列做出的贡献，特批允许带朋友。告诉赵赵，带上线线。我有2个特邀朋友。您的意思是您只参加设计部的团建是吧？你觉得我有时间全部参加吗？啊，明白。设计部我会着重安排的。记住，一条宗旨：活跃气氛，放松心情，拉近距离。刘总放心，我保证这次团建之后，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最好是。好舒服啊！太美了！过去，triệu子啊，我给你拍张照。好。甜甜，这儿太晒了，把伞拿着吧。不必了。我有预感，偶像剧里面追妻火葬场的桥段马上就要。刘总找这个团建的地方真的是太好了啊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哎，那有个观音，咱俩过去看一眼。来，走。刘总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参加设计部的团建了。放心，我一定筑垒成功。你就算了吧。相信我，在这么轻松浪漫的氛围里，肯定会成功的。我的追妻之路就交给你了，李军师。李军师，我下岗了吗？不愧是千盛集团的团建啊，这规格，这气派，不得不夸一句，你们家刘总审美还真挺在线的。Rose 小姐，请你注意你的立场。谁家刘总？明白，姐妹这次来绝对不是贪图享乐的，而是带着任务的。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总之，对你百利而无一害。喂，我已经在等着了，你多久到？马上。谁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嘿，不告诉你。那边那个小木屋好好看，我去逛一逛啊。哎，赵赵。这海水这么冷，你游这么大半天的，感冒了怎么办啊？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带相机了没啊？我这几天想让你多帮我拍几张照片。我拍照技术不好，找别人吧。不高兴，你给我站住！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谢大哥让你前一天就来接我，你提前1天到了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呀？
提前来安排团建房间。哎，骗人！那是唐特助的活，你休想骗我，你也别想躲着我。赵赵，哎，柳熙照，我帽子掉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呗。哎，柳熙照，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听不见我说话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柳熙照，站住，别跑！怎么又遇到一对暴雷呀？吃瓜吃到吐，也就我俩了。我原以为吧，只是单纯的团建，这现在看来形势复杂。咱们要不换个地儿？走吧，你先挪。你先来。你挪。那个，我微信上跟你说的，我兄弟和你闺蜜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废话，不愿意会出现在这儿。为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，你必须完成助攻使命。复议，生命不息，烛光不迟。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太晒了。是啊，热死了。这怎么又遇到一对情侣啊？误会，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，朋友圈都不点赞的那种。单小姐，朋友圈我还是会给你点赞的。别抖了。那个打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哦，不是，哎，真是误会。你看他们两个，表面上打情骂俏，实则暗送秋波，磕到了。都怪。单小姐，你要这么想啊，误会我们谈恋爱，总比偷听到我们密谋要好吧？要不是为了阿田的幸福，我才不想跟你有更多的交集。是，为了你兄弟和我闺蜜的幸福，这点牺牲算什么？拜托，是你兄弟我闺蜜。你兄弟我闺蜜，没错呀。你兄弟我闺蜜。哦，对，我兄弟。柳熙照，你不许这么对我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臭美，沙滩上还穿高跟鞋。你发烧了吗？怎么那么烫？幸亏我带了退烧药，跟我走。走啊！生病了不许闹脾气啊！等一下，我来拿。喂，Rose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好你个 Rose， 什么时候变成内鬼了？阿田，刘总，我没心情再看你表演套路了。阿田，对不起，我这次真的没有套路，我是真心想弥补的。我之前看待事情的角度有些自私，这是我争取到巴黎设计师爱丽丝的国际交流课，希望你可以收下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？我希望你离我远一点。阿田，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因为做不到远离你，所以我才犯下这样的错误的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支持你的梦想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我很害怕失去你。在我的人生里面，你是单选题，但是在你的人生里，我却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也是你的唯一选项。你原谅我了？没有，我在你这缺乏最基本的信任。那是因为你太过美好，所以我都不信任我自己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可以胸口碎大石、冰桶挑战、跳海，什么惩罚我都接受。我才没你那么奇葩的脑回路呢。我才不原谅你呢！吃完药好好睡一觉，
保证你明天起来活蹦乱跳的。你笑什么？想当初都是你发烧，我照顾你，真是风水轮流转了。是啊，想当初某些人成天围着我转，现在可倒好，倒学会和我摆酷拿胶了。你看看你，没一点诚意啊！你生病的时候我是怎么照顾你的？那我再按照你之前的方式来一套，你是不是就不生我气啦？看你表现吧。哦，你真想噎死我吗？我之前生病的时候有你这么挑剔吗？你之前生病的时候，无论说什么，我都说对。我之前生病的时候，你帮我打游戏上分，我也来帮你。大姐，你放过我吧，你水平多菜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叫谁大姐呢？你之前可都叫我公主呢。不是上次你说的吗？大1岁也是我姐好吗？你生病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手机拿来。不给。所以，在你心里，我还是弟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去看看晚餐好了没？你好好休息。还胸口碎大石，这都能想得出来。还有肉死那小叛徒，什么时候叛变投敌的？今天星期4，天哪！学长还等着我回复呢。学长，感谢你帮我争取了这么宝贵的助教机会，更谢谢你能喜欢我。但是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想留在他身边。其实我早就猜到答案了，只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感情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。学长放心，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，不会因为感情而迷失方向，而是为了对方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们终会在国际设计展上重逢。期待再会。各位，首先我们让刘总为我们指示一下。唐特助，不要把工作习惯带到休息的时候。娱乐时间，大家就应该自在一点。大家，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咱们玩个游戏吧？真心话大考验怎么样？好。那我们就坐得邻近的分一组，刘总和甜甜，刘副总和温小姐，李先生和单小姐，狗哥和江江，小王和文文，小谷和我。恭喜各位成为搭档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分组这么草率的吗？你怎么那么没有眼力劲儿呢？这个分组那是用心良苦。这次的真心话大考验，两位搭档如果回答的不一致，或者有一方没回答，就算输，要自罚1杯。那我们游戏开始。
你们喜欢的人在场吗？在。哎，他生病了，我替他喝。从来都是羡羡喝酒，赵赵阻拦，今天反过来了。OK， 我们开始第2局。我想想啊，偶像和恋人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们先救谁？恋人。偶像。你为什么不救我啊？刘总，麻烦你不要带入不属于你自己的人设。我既不是恋人，又不是偶像，看来我不是双选题，我还是个3选题。那个刘总，愿赌服输，要不喝了吧？唐特助，继续。啊。哎，那我就说点劲爆的。你们第一次和喜欢的人接吻，谁先主动？好像是你吧？那是意外，而且是亲额头，接吻的明明是你。救命，好尴尬。那我们再来一局。我还能喝。你还能喝。我还能再喝你10个，10个。怎么哪里都有你啊？现实有你，梦里还有你。很巧啊，我也是。讨厌，都怪你长得这么好看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我跟罗茨掉到水里，你还是不救我？你笨啊！他不会游泳，你会。好，那咱们俩玩个游戏。你要是赢了呢，你就亲我一下；我要是赢了呢，我就亲你一下。好啊，什么游戏？咱们就比谁的优点多。那我肯定赢。我的优点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你的优点太难找了。好，你赢了。说着 My love， 你耍赖，明明是我赢了，应该我亲你。当岁月的挽留为我守候停留，浮现单纯的笑脸，萦绕的思念。
还说与我同频，为我考虑，可到头来，他还是那个独断专行的家伙。他要是没有安全感，可以跟我说呀，居然用这种方式骗我。走，揍他一顿去！手撕渣男，我最在行了。不要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他，我只想喝酒。喝。今日份美文与送达，你喜欢哪些类型？以后多发一点。发，你就知道发，忍你很久了。不是修身养性，就是健康养生。你是觉得我没内涵，还是内涵我年纪大？我是好心。我看你是没安好心。你兄弟欺负我闺蜜，你居然还敢来恶心我，惹急了姐连你一起收拾。一起收拾。就是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，一直没解开啊？总之，以后别再让我看你们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Rose， 这个时候还好有你在我身边。以后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在你身边。